如果您年过60，有没有发现走路的时候身体好像比以前更摇晃一点？也许是在菜市场转身拿菜的瞬间，也许是在浴室里弯腰捡肥皂的时候，您会突然感觉脚底有点不稳，心里闪过一丝不安。我是陈柏仁医师，在台北永康街的仁心内科诊所执业已经40多年了。今年我68岁，专攻心血管内科。但这些年来，我看过太多长辈不是因为心脏病倒下，而是因为一次跌倒就再也站不起来。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个很重要的真相，那种走路时的摇晃不是单纯的老化，而是您体内3个平衡系统正在沉睡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您忽略这件事，您的平衡力可能在3周内下降3倍。请您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统计，每年有超过30%的长辈因为跌倒受伤，需要3个月以上的复健时间。有些人从此卧床，有些人因此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但是今天我也带来了好消息，这3个沉睡的系统其实还能再醒过来，只要给他们正确的刺激。我在诊间见证过无数个案例，从60岁到85岁的长辈都成功找回了他们的平衡感。现在，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您就能收到我们最新、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不是正在认真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数字0。您的回馈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改变您下半辈子的生活品质，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很多长辈会问我，陈医师，为什么我以前走路都好好的，现在却越来越不稳，是不是我的腿退化了？其实问题不只在腿上，我们身体的平衡系统就像一套导航装置，它需要3个零件同时运作。内耳就像雷达，侦测我们头部的位置和移动方向；脚踝的反射就像方向盘，随时调整我们的重心；而姿势肌肉就像引擎，支撑我们整个身体的稳定。年轻的时候，这3个系统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但是过了60岁以后，内耳里面的前庭系统开始退化，就像雷达收讯变弱了，脚踝的本体感觉神经也逐渐迟钝，方向盘的灵敏度降低，再加上核心肌群和小腿肌肉力量流失，引擎的马力也不足了。这时候，大脑收到的讯息越来越模糊，它就像一个指挥官突然失去了前线的及时回报，只能靠着过去的记忆和经验来猜测现在的身体位置。所以您走路时会犹豫，转身时会慢半拍，遇到不平的地面更容易失去重心。更糟的是，很多长辈因为害怕跌倒，开始减少活动，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这样一来，这3个系统就更少被使用，退化的速度反而加快。就像一台车子，如果长期停在车库不开，零件会生锈，电池会没电，最后连发动都发不起来。但是请您记住，退化不等于无法挽回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例子，只要愿意开始训练，这些沉睡的感测器是可以重新被唤醒的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刺激它们，让大脑重新学会信任身体传来的讯号。这不需要花大钱，也不需要特殊器材，
只需要你每天5分钟的时间和一点点耐心。现在我想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是发生在去年秋天的事情。林怡君，42岁，是台北一所幼儿园的老师。他平常看起来很健康，每天要照顾20几个小朋友，跑来跑去的，体力应该不差。但是有一天早上，他在校门口迎接小朋友的时候，突然脚底一滑，差点跌倒在家长面前。他当时觉得非常尴尬，赶快扶着墙壁站稳，脸都红了。虽然没有受伤，但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失控感，让他整个上午都心神不宁。他开始担心，我才42岁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？下班后，他来到我们人心内科诊所，我帮他做了详细的检查，心脏、血压、血糖都很正常。然后我请他做一个简单的测验，闭上眼睛，双脚并拢站立30秒，结果他才站了10几秒，身体就开始剧烈摇晃，不得不张开眼睛扶住诊疗台。我告诉他，怡君，你的问题不在内脏，而在平衡系统。你每天忙着照顾孩子，却忘了照顾自己的本体感觉。你的内耳和脚踝反射已经开始变迟钝了。我教他一套简单的训练方法，叫做闭眼站立训练。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，扶着洗手台，闭眼站立1分钟。刚开始可能只能撑10秒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重点是让大脑重新学会处理没有视觉辅助的平衡讯息。3周后，怡君回诊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陈医师，我现在走路完全不会晃了，而且我发现自己穿低跟鞋走路也变得更有自信。连同事都说我的步伐变轻盈了。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，原来年龄不是问题，是我忘了训练自己。这个案例让我再次相信，平衡力不是天生注定会随年龄流失的，它就像肌肉一样，只要持续锻炼，60岁、70岁，甚至80岁，都还能找回来。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这些训练为什么有效。你想象一下，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交通指挥中心，平常它会从3个地方收到路况报告，眼睛告诉它前面有台阶，内耳告诉它头正在往右倾，脚底告诉它现在站在斜坡上。有了这3份报告，大脑才能做出正确的指令。好，现成，那才现在要把重心移到左脚，右手扶一下栏杆。但是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就像突然拔掉了一条视觉电线，大脑瞬间少了60%的资讯来源，只能靠内耳和脚底的感觉来判断。这时候，如果内耳和脚底的讯号本来就很微弱，大脑就会慌张，身体就会摇晃。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明，血液就像车子在道路上流动，血管是高速公路，神经系统是红绿灯控制中心。当我们做闭眼训练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强迫大脑启动备用的感测系统。就像您平常开车都开大马路，突然有一天大马路封闭了，您只好走小巷子，刚开始一定不习惯。
但是走多了，您就会发现小巷子其实也能通，而且还能开发新路线。闭眼站立训练，就是在训练大脑重新信任身体内部的讯号，脚踝的本体感、觉受器会被活化，内耳的前庭系统会重新校正，核心肌群也会学会微调姿势。这些微小的调整累积起来，就会变成明显的进步。有些长辈会担心沉一失，我闭眼站会不会很危险？这是非常好的问题，所以我一定要强调，安全第一，训练时一定要靠墙或扶椅子，旁边最好有家人陪伴。记住，我们的目标不是挑战极限，而是慢慢唤醒沉睡的系统，就像叫一个人起床，您不会用冷水泼他，而是轻轻摇他的肩膀，对吗？接下来我要教您3个最关键的平衡训练，这3个动作是我综合了40年临床经验，加上国际复健医学的研究成果，精心设计出来的。第一个动作，闭眼站立训练，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。找一面墙或稳固的椅背，双手轻轻扶住，双脚并拢站好，然后闭上眼睛，视住站立30秒。刚开始可能只能撑10秒，没关系，每天练习，1周后您会发现可以站到20秒、30秒，甚至1分钟。为什么有效？因为这个动作直接训练您的内耳前庭系统和脚踝本体感觉，大脑被迫依赖这2个系统来维持平衡，他们就会越来越敏锐。第二个动作，8字行走训练，在地板上用胶带贴出一个大大的数字8，或者用2张椅子摆成8字形的路线，然后沿着这个路线慢慢走。重点是转弯的时候要顺畅，不要停顿。这个训练模拟了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情况，在客厅绕过茶几，在厨房转身拿碗，在市场里闪避人群，它能改善您多方向移动时的反应速度，让您的方向盘更灵敏。第3个动作，时钟步伐训练。想象您站在一个大时钟的中心，12点在您正前方，6点在正后方，先往12点方向踏一步，然后回到中心，再往1点钟方向踏一步，回到中心，以此类推，绕完整个时钟。这个训练最接近真实生活。您可能需要往前弯腰捡东西，往侧边伸手拿遥控器，往后转身关门。时钟步伐能训练您在各个角度都保持稳定，不会因为突然改变方向而失去平衡。这3个动作加起来，每天只需要5分钟。有研究显示，持续练习3周。您的反应速度可以提升到原本的1.5倍，接近年轻时的1半水准。但我要再次提醒，不要急，不要逞强。如果感到头晕或不舒服，立刻停下来休息。平衡力的训练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短跑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3个月后，您会感谢现在的自己。很多长辈听完之后会说沉一失。这些动作听起来不难，但是我怕自己坚持不下去，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人，一开始充满热情，练了3天
就放弃了。所以今天我要分享几个让训练变成习惯的秘诀。首先，不要追求完美，只要每天练5分钟就好。您不需要特别空出时间，而是把训练融入日常生活。比如说，等开水煮开的时候，做1分钟闭眼站立；早上刷牙的时候，扶着洗手台练习；吃完早餐，等家人收拾碗筷的时候，走个8字路线。第二，找一个固定的地点和时间。人的大脑很喜欢规律。当您每天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，它就会自动把这件事变成习惯。我建议您选在早上起床后，或者晚上看电视广告的时候。第三，准备一本小笔记本，记录您的进步，不需要写得很复杂，简单写下今天闭眼站了15秒，今天8字走得比昨天顺畅。这种小小的成就感会激励您继续下去。第四，找一个练习伙伴。如果您有老伴或老朋友，邀请他们一起练习，2个人互相鼓励、互相提醒，不但比较不会偷懒，还能增进感情。最后，要记住一件事：一旦停止训练，这些感测器又会慢慢睡着。就像您好不容易把花园整理前进，如果不定期除草，杂草又会长回来。所以平衡训练不是一个短期计划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今年75岁，每天早上都会在阳台做这3个动作。他说：陈医师，我现在每天都期待这5分钟，因为我知道我正在为自己的晚年投资。这句话说得真好，健康是最好的投资，而且永远不嫌晚。不管您现在是60岁还是80岁，从今天开始都不迟。看到这里，我想对驻营目前的您说几句真心话。您今天不只是在看一支影片，而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按下重新启动的按钮。我知道年纪大了以后，很多事情好像都由不得自己了，视力模糊了，听力退化了，记性也不如从前，但是平衡力不一样，它是少数我们还能主动掌控的能力。我在人心内科看诊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长辈因为一次跌倒，人生就完全变了样。原本每天早上都会去公园散步的阿伯，因为摔断了髋骨，从此只能坐轮椅。原本爱跳舞的阿姨，因为害怕再跌倒，不敢出门，整天关在家里，人也变得忧郁了。但我也看过更多长辈，因未愿意花一点时间训练自己，70岁还能爬山，80岁还能跳土风舞，90岁还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。他们的秘绝不是吃了什么仙丹妙药，而是从不放弃锻炼自己。年龄不是敌人，懒惰才是。跌倒不可怕，放弃才危险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希望能帮助到每一位长辈，让您知道，您的身体比您想象的更有潜力。那3个沉睡的平衡系统，正在等着您去唤醒他们。现在我想请您做一件事，在留言区写下“我要找回我的平衡力”这几个字。这不只是一句话，而是您对自己的承诺，也是给其他观众的鼓励。
当大家看到这么多人都在努力，就会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请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年过60的长辈，也许您的一次分享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下半生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的健康资讯。我是陈百仁医师，在永康街的仁心内科陪伴您，愿每一位长辈都能稳稳地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